好，咱开始。1644年5月16、17，打扫的天有西北风，今仔日开始落快艇 Breskens 河顶头的石头甲土炭。下晡有一只细只胖船对安海来到遮，再来120吨的米，100担的面环，45包空安布、抹布甲湿布，坐28个人。也有一只高野船出航，要去南方再查，坐5个人。5月18，强烈的南风，好天。下晡有一只细只胖船对安海来遮，再来170担面环，甲300罐的新仔麦酒，坐11个人。该船船长报告讲，生理人 Bendiok 将会亲自坐一只700担的大胖船，伫个8到10天内前来取缔，但是其他人却讲是伫个4、5天内就会来。愿上帝带领因前来，也有一只载石好的小胖船对打狗来到遮，坐19个人。另外有一只小胖船出航，要去淡水交易流黄，坐19个人。5月19，风甲天气像昨昏。阴暗，快艇 Breskens 河落雨完毕，所以就随准备装运石好甲其他为着伫个淡水建造碉堡，建造碉堡所需要的物件。今仔日有5只胖船出航前往西南沿海，再有咸鱼坐114个人。5月20，杰森别号叫做 John D. Kakela， 奇怪，咱最近电视拢讲到即个人伊的名，后壁拢会讲伊的外号吼，讲几啊遍啦吼。杰森外号 John D. Kakela 的胖船出航前往淡水，载约1400桶的石好，目的动上所述，应该是进前讲的吼，载石好要去起什么碉堡啊啥？看遐前一空的，随读个随袂记。我嘛是敢若写讲建造伫淡水建造碉堡所需要的物件安尼吼，就前一工安尼写吼。好，那今仔日敢若讲加讲是载约1400桶的石好，目的动上所述，并且交付一封德签德批啦，去互遐的朋友。5月21，继续透南风落雨的天气。伫5月20就较长一丝啦，内底有业一张。等下吼，咱讲。5月21，继续透南风落雨的天气。下晡，代理地方官 Jules Van Bergen 带领派去里旺和北平山区的士兵转来。报告如下，所以今仔日5月20业这个报告吼，业这张报告，对5月4号开始写起的吼。这个代理地方官 Jules Van Bergen 就是带兵去北平甲里旺吼，转来所写的报告。咱来看吼，5月初4对台湾出发，暗时到新港。5月初5对新港启程。暗时到大武浪。5月初6，到留伫遐，就是人留伫遐，派人去调换一个叫做打靶的人来，伊反抗阮任命的长老，命令伊改正，爱遵循长老的决定。当新仔人要伫个市场买卖，并且命令原住民爱搁再修建学校。也知影讲有25个教师也搁伫个举行因的应该是五常崇拜啦吼，绕教一字叫伊敢若写五崇拜吼。5月初7离开大武浪，迄暗来到
Taroguan ，Taroguan Tarroguan 哈。伫遮看到一个人和伊的某，因以前是住伫大武人，所以就命令因搁转去遐吼，就叫因转去款，袂使后壁走。5月初8，停留一天，用来休困。5月初9出发，继续前往里王。5月里王，咱一定毋知啥物所在吼，注脚嘛拢无写。5月10号下晡来到里王和李信人，伊嘛是一个应该地名，但是用罗马字写吼。李信人经过山区的迄条道路，前往恶劣，和上述这两个社友好的李松湖社吼，也就是阮即马想要去的迄个所在，伫咧东方4日的路程，迄条道路非常的险峻。现在因为落雨、山泥、溪水高涨，袂当通行。以早因讲爱去拉松奥社哈，只敢若需要2天。该社的人定定来里王社遮采购生活用品。因所徛起的厝是伫咧洞穴内底，对拉松奥社东南3日的路程，就会当到海边仔的多瓦雷里社吼。我咧想讲奇怪，伊这方位哪会怪怪吼？当对即个叫做拉索翁的社东南3日路程，会到海边哦。你想看，伫台湾哪有东边会当到海边的？有即种所在啊？我意思讲伫西海岸啦，怪怪吼。因这所以里王到底是伫倒位？敢要走台中去？毋是伫走台东去？东边？安尼才有可能对东南行3工，会当到海边仔的多瓦雷里社。该社原住民使用标枪吼，标枪有真侪木伞，使用3板，而且是食人族、食人族哦。伊这样写啊，我台湾有食人族吼。OK， 这恁可能听过啦吼，伫咧较早山里的原住民出草的时阵是会甲汉人的即个肉煮来食吼。其实汉人嘛是甲即个青番啦吼，甲青番刣时阵嘛是会甲青番煮来食吼。这毋是啥物，这是公开的事实啦吼，大家拢知。好，即嘛讲即个叫做住伫海边啊，多瓦雷里社吼，因即个原住民用标枪。用迄个标枪吼，真侪有伞，使用3板，而且是食人族吼。即寡里王社人要求荷兰人和希腊人去住伫因遐吼，因的厝下面用石头，较悬的一地啊所在用柴，厝顶是迄个草吼，茅草。台湾应该无啥物茅草，我咧用应该是干草，迄个尖芒花或尖芒草、干草、干芒啦。因准备每一年爱纳税。5月11来到卡nen沃社，因最近有拿出一个塔利班加人社人的头。该迄粒头壳即嘛已经卖作吼，并且已经和该社以及那坎湾社甲
塔板社河界咯。5月12离开加内无社，前往那坎那湾社吼。那坎那湾社。5月13，约落伫中昼离开遐，原文伊后壁有括号写内底有写讲，原文可疑吼，应该是到那坎那湾社吼。这是什么意思？人昨昏就到啊，你今嘛搁写讲，这5月13伊搁写讲到那坎那湾社，有可能。5月14。伫遐停留吼，逗留吼，并且互望社，即个望是毋是头前迄个李望社？李望，毋知伊是甲你即道写望 WANG 吼。伫遐逗留，并且互望社、塔板社甲那坎那湾社的人互相和解了后，即伫5月15，即伫就结束啊，止语吼，就结束。5月15号，应该是绕高去吼。5月15出发前往望社，应该是李望吧？头前拢写李望的，记不记啊？即只变望吼。望社、迪巴拉社甲阿巴斯望社。还佫有3个村社是因的敌人，距离因2天的路程，但是因互相只敢若距离2-3点钟，两三点钟，安尼吼。迄寡村社名叫做苏巴贡社、加里扫社、甲鲁维社、大塔加布社，就是那坎湾社人申诉讲，小塔加布社人定来威胁因，用来去和荷兰人交战，吼，用要去定来协着因要去和荷兰人作战。迪波拉社人也是安尼来申诉，但是阮互因拢互相了解。互相和解咯吼。迪巴拉社人请求互派荷兰人去因遐，而即个拉加纳湾社人请求互阿巴斯湾社人去和因同大做伙啦吼。5月17号出发前往小塔加布社，逗留伫石头山的徛芳呢。5月18日头落山，日头西下啦吼，西下吼，日头伫台湾是落海啦，袂落山啦吼。除非你伫台东回练吼。5月18太阳西落的时阵呢，到小塔加布社。5月19出发望社的人，因为因要住伫山区呢。5月21下晡转来到台湾，哇！这整个过程是你边啥人都看无，就安尼去一抓呢，转来吼。好，下底接热兰遮写日记，1644年5月21条。今仔日有一只篷船出航前往烈士，在地层门坐46个人。5月22。西方落雨的天气，中昼有一只篷船对金门来遮载来40包空岩布甲麻布吼。金门最近吼，各位应该嘛拢知啦吼。对该船船主遐得悉，昨昏对片湖前来处地途中，看见一只要讲是1500吨的大篷船吼。这是迄个对金门来迄只篷船的船主讲的吼。
船尾有挂一面青龙旗，看见船顶有几个荷兰人伫用帽仔踮遐演吼，但是毋知影该船要航往何处吼。听到即个传说吼，阮就随调来庞船 Brock 号，用来做10个到12个士兵。如果上水迄只庞船伫个明仔载去以前拢无到遮 ，Brock 号就会伫个明仔载透早航往平湖。阮咧要讲，若是即寡希腊人所讲是事实，迄只庞船应该就是高级大工 Simon Cornelius 所派来。5月23，风甲天气拢像昨昏。早起上水的小庞船驶出港岛，因为到海上以后有看见迄只大庞船，所以就留伫咧港外，要暗仔才搁入港。早转来一张批吼，是本5月10号上水的 Simon Cornelius 甲顺益庞船的议会写伫咧吕宋沿海的卡波地巴里瑙附近的内批。看到吕宋，我就想到最近看到的2支影片啦吼，一支就是我之前有讲过，最近看到的，洪伟林教授咧讲台湾的迄个，应该是前一期反正有摕去吕宋啦吼，意思讲是主要是讲伫遐有另外讲像咱即种河洛吼台湾话，但是当然是福建话啦吼。因拢讲福建话，咱人话吼。另外是和吕宋无关的，只是我今日拄看到迄影片吼，是咧讲一种叫做，我毋知恁捌听过，叫做巴巴牛岭。巴巴牛岭，我写点的一只。好，这个巴巴牛岭哈，汉字是安尼写啦吼，实际上伊可能毋是福建话，毋是河洛话，嘛毋是毋是迄个希腊语吼，伊敢若音就叫做巴巴牛岭。巴巴牛岭呢，有可能是马来话啦吼。但是呢，巴巴牛岭呢是一个和福建话有关系的一个族群，就是其实因是会讲福建话吼。因是移民去，譬如讲马来西亚、印尼，伫遐住落来，迄种老的移民啦吼，叫做巴巴牛岭。有可能嘛，已经和在地的人有通婚啊，吼。反正就是叫做巴巴牛岭吼。为什么我提起这呢？因为我第一道看到这个书是有一年我等去台湾去台南那个叫什么文学馆吼，台南是古早台南迄个酒厅吼，日本时代台南酒厅，即嘛叫做叫做台湾文学馆吼。拄好内底有巴巴牛岭的展览。其实我看规部我看无得到底是啥物件吼，就是我可能知影讲反正因就是16、17世纪的华人移民到南洋，伫遐发展安尼，就安尼尔。我迄当阵就知影是安尼尔。我今仔日看是一个巴巴牛岭，伊讲啥物是巴巴牛岭安尼吼。当然解释比我较清楚啦吼。OK， 我今仔看这影片，伊嘛是讲吼，讲巴巴牛岭，即卖的巴巴牛岭已经足侪人袂晓讲，
无学中文，其实无学中文是正常啦吼，因为中文对伊来讲嘛是另外一种语言，就是讲大部分袂晓中文，因敢若只要可能是敢若会晓英语，因为因拢去上迄个英国学校吼，英语学校，所以因主要是拢可能讲英语，或者是讲一啲福建话，就是英语福建话尔吼。伊讲大部分爸爸娘娘就是英语福建话吼。有诶，当然有诶会晓讲马来话吼，啊，就是中文是听无诶啦吼，就是其他语听无啦吼。OK， 为什么讲起爸爸娘娘？就是你若有兴趣诶，你会当去查去看影片啥，你就知影讲因讲诶话含咱是会相通诶啦。好，继续。讲起遮细只船出海去看着迄只大船嘛吼，啊，转来早一张批转来，讲是伫本个月10号上水迄只船吼 ，Simon Cornelis 甲顺益篷船的议会所伫个吕宋沿海的即个所在叫做卡波德巴里纳附近吼的内批。批里来甲阮讲，因顺利伫个4月29到上水的海角卡波德巴尼纳，掠着3只要航往卢卡斯河的小篷船，吼，是属伫神父的。活了几个人，但是因为所在拢无重要的物品，吼，无重要的物件，因此就甲放好烧掉，吼。拍空，互船沉落海底。本个8号上水的大篷船对西那转来，掠着梅西斯贝的时阵，去对上去掠着啦。但是这翻译安尼写看无啦吼，应该是倒位佫写毋对去啦吼，并且夺取了该船，无写讲该船的号码的清单，因为无时间写。派27个荷兰人、18个西那人、甲25个活掠的人送来阮遮。该船顶的西那人超过400人。拄则我拄则讲写甲无拄好，看无意思，迄应该的意思是讲因伫个因去夺出，就是去抢即只船啦吼，就是本国个一开始讲本国个8号上水的大篷船对中国对西那航来吼，对西那来即只大篷船，因去抢即只大篷船吼。该船顶的西那人超过400个，拢甲因送上迄遐陆地吼。这写这条遐陆地是啥物所在？我看袂出来，应该就是拄则讲迄吕宋遐吧。迄寡被活掠的人讲，还佫有2只共款的大篷船吼。随后会对西那航过来，驶过来吼。其中一只载有400个人，因的号码要送往马里亚维勒。又佫讲，阮迄只大小艇，去年伫个巴加多尔，巴加多尔就有注卡吼。巴加多尔什么所在？就是卡波德巴加多尔，就是即嘛。菲律宾吕宋岛西北边的卡布波吉多差不多地名，差不多音差不多吼。我伫吕宋西北边吼。讲又佫讲，阮迄只大的小艇，去年伫个巴加多的海角遭难，只敢若有5个人逃生来到马尼拉。村内迄寡人毋是淹死，就是被原住民杀死。又佫讲，今年正月有2只高丘人船，甲2只加勒岩船对马尼拉载着上书，甲3队士兵航往青那地即个所在，详情记载伫个上书的批信内底。此外，即只篷船的大工还佫甲阮讲，本个月10号中昼，当因航离该舰队的时阵，看见一只含即只篷船比大只的篷船吼，
规工拢看着迄只船。伫个要暗啊，就互阮的顺翼船约着，也听着讲吴方的人一直到暗时啊7点，拢伫含迄只船伫相见，无可怀疑，也已经夺取该船咯。特别是因为天气良好，而且距离海边啊有4里到5里，5个里是。落大雨，透着微弱的西风，因此 Breskens 和装运石好的代志进行了真慢，我拄则讲迄800年咧，我即马互人家想，我一项代志袂记讲，就是因是足好个的人我安尼讲，你家己再去找就知啊非常的好个因咧做生意迄趁的钱。迄是足牛车，规牛车载入来迄种的啦即嘛当然毋是牛车啦迄钱就是足大量的趁会趁法所以因是足好个好，今仔日早起天光以前，派 Johannes van den Eyden 先生带领 Brock 号甲上述的 Breskens 号的小艇，带着一个看的钉，甲看的钉是啥物意思啊？钉也用看含一条粗大的索啊驶出港外。这段是啥？透早天光以前，艾顿先生带着2只船啦，Brock 号甲 Breskens 号的小艇啦载钉甲大索出港外。要去用来协助抢来迄只胖船该船需要即寡工具，并且爱去安排一切。该当领港船对甲迄只船真细腻小心来引入港内，但是因为海风来了较慢，离海水已经退潮，已经开始，因此今仔日无法度通入港。毋过上述的即个Van den Eyden就是带人带2只船载物件要去互伊的讲即个Van den Eyden为着要报告上述的情形，伫下晡就坐篷船转来入港。要暗嘛看见另外一只大篷船挂着青黄旗对南方驶过来。你要讲迄只篷船，就是本国去10号含吴方顺翼船作战的迄只船歹势。因此呢，就派下属商务员 Rock 坐小篷船 Brock 和该动迄只荷兰的舢板去迄只大船遐啦以便讲若是有可能阴暗，就对遐甲消息炸转来今仔日龙桥社君主的后生，奉因老爸的名义来阮遮。代替因老爸谦虚来请求允准，搁再和荷兰人和平相处，并且讲伊愿意遵行所有伫地方会议决定的代志。其他的村社、伊的邻社就是伊的厝边社共款的垃圾共款的垃圾，阮就应回答伊讲，如果该君主亲自来即个城堡如此博述就是来甲阮讲，来甲阮报告啦都会允准伊的请求请求啥？请求讲要和平相处嘛对此，上述伊的后生恳切来承诺讲，一旦伊的老爸的状况若允准符合阮嘛要对住伫南方的阮的人员遐阮也已经对阮住伫南方的阮的人员遐知影讲伊破病啦这是决号内底写讲一旦因老爸的状况若是符合，就是若有较好啦就会当随来亲自前来处理若毋是伊破病，伊即嘛已经家己亲自来好，后壁是
多加西列社的酋长卡罗波昂也嘛是来请求同款的代志，就是要和平相处哈。该社约略60户，是伫咧放索社东南方约略1公半的路程。阮是以因必须遵循甲其他村社同款的事项为条件来允准伊，并且交一支有银扣的圆汤互伊。银扣是啥物意思？我毋知吼，我嘛看袂出来吼。银做扣毋知啥吼，可能是一个 button 吼，我咧摇吼，或者是一个会当 latch 吼 ，latch 知无？就是我嘛袂晓解释呢，就若敢若一个栓啊，吼，大个叫做栓啊，就是栓啦吼，门栓迄个栓吼，我咧摇啦吼，无我嘛毋知银扣啥物意思吼，并且甲一支即个圆汤过会记无？权杖吼，咱之前讲早即个甘地店应该是读做汤，或者是读大理大书店嘛是有即个汤吼，号汤有无？孝杖吼。即个叫做圆汤的，伊即种是有一个顶头有银扣的吼，伊就带着迄支圆汤转去咯吼。好，今仔日日志写到遮吼，5月25。规暗规工拢是东北风落大雨，世界模糊要哪讲？啥袂记？雾啦吼，世界真模糊啦吼。因此，迄只抢来的篷船吼，虽然已经近活港口，却无法度来入港。连昨昏看到迄只篷船和公司的篷船 block 拢无去啊，看袂到啊吼。视线无好嘛，要暗暝时阵开始小可好天吼，但是还佫透强烈的东北风，继续透到半暝。5月26，今仔日甲5月读了应该无问题吼。5月26，大扫的天气，但是还是透北风。中昼派一只组内的小篷船载着清水商务员 Van der Eyden。清水啥物意思？哦，清水应该就是水嘛，还是人？因为无可能，咱毋捌看到即个人名嘛吼，伊嘛无可能记汉人的人名吼。载着清水，应该是清气水啦吼。商务员 Van der Eyden 和 Breskens 号的船长出港，以及派一只组内小篷船吼，载一寡人出港，前往上述的篷船遐，要去设法和因商议吼，并且如果可能，若是可能啦吼，今仔日就要甲因带入来港内，但是因为风力不足，潮流不顺，因无法度会合，嘛无法度入港。上述的 Van der Eyden 吼，即个商务员吼，就坐上述的篷船入港转来，报告讲港外风影真大，大到连所炸起的清水拢无法度送过去互因。又佫讲 Breskens 号的船长留伫迄只抢来的篷船顶，以便明仔载带领该船来入港。又佫讲迄边情况良好，只敢若欠顺风甲好天，吼，欠这两项。下晡，下设商务员 Thomas de Luc 对打狗经由陆路转来，因为阵风，所以甲篷船 Brock 号留伫打狗。伊报告讲，所看见的迄只篷船是被 Simon Cornelissen 所派来的战利品。伊伫入港甲打狗之间，和该船的人来回交谈过，吼，并且交一张上述的 Simon Cornelissen 甲顺约团船队议会所写伫本个月16号来批互阮。批呢甲阮讲，经过大半暝又搁大半工的战斗，才伫本个月11号伫看到马里维耶岛的所在呢，夺出了迄只篷船吼。
有120个希腊人被拍死，剩落来240人，互因坐篷船 Zealand 号甲 Waverisland 号转去希腊。这2只篷船伫咧舰道中，以及大家到上下船啦吼，大家就要去船顶还是落船的时阵，受到真大的损害。但是因违反规约定，一只直接航往海边啊，另外一只航往马尼拉去。又搁写讲，伫咧迄个舰道中丧失了一个士兵，受伤的有20个人。伊甲即寡受伤的士兵，加上13个健康的士兵、12个水手，甲为公司工作的25个希腊人，合计70人送来处地。伊将会带领篷船欧兰迪亚号甲乌特号吼，留踮遐继续巡阅。听候迄第3只要对希腊来的篷船，一直到伊奉命的时间届满。详情记载伫该批信吼。好，5月27。早起派2只舢板去即个港岛上大的角湾遐吼，就是上大数已经无水啊吼。无偌久，风对海上吹来。所以伫咧下晡，就对遐去甲上述所抢来迄只篷船，甲伊引带入港内。为此，阮感谢万能的上帝，也求万能的上帝，互另外迄只抢来的篷船也共款会当早日安置处地吼。半晡，篷船 Brock 号也来入港。该船的大港报告讲，对打到来即个所在途中无看见迄个第2只抢来的篷船吼，因此该船真有可能是趁着顺风逃走了。5月28，有西南风落雨的天吼。早起，迄只抢来的篷船来靠栈桥以后，就伫咧2个代表上船监督之下开始落雨。云上落地，要暗嘛就大部分拢落了啊。所在项目主要有各种粗肥、铁瓦、铁鼎啦吼，空布甲烧麦。另外有大批的管啊，各种希腊的食物，譬如讲咸菜头、虾啊，蛋菜是要安怎讲啊？台语安怎讲袂记啊？进前讲一遍都袂记啊。毋是高空啦吼，蛋菜应该毋是高空。好，佮有豆油一寡果酱是加姆吼，日本话来吼，日本时代日本话来加姆，含水果干吼，啊，佮有即个咖啡色的希腊麦酒，淡的靛蓝，这应该是我咧又是要用来染色的啦吼，要几包。有几包，有佮几箱，佮几篮吼，装着画做白色的加西是写会看会对主卡是写讲是欧洲人对希腊人的鬼神塑像的统称的偶像啦吼。但是此处即只呢记载有3种包装法，又佮画做白色，毋知影究竟是指啥物物件吼。好，咱搁定看讲，在伊在物件有啥物？咖啡色的希腊麦酒、淡的靛蓝，甲几包又搁几箱，甲几篮
装着画做白色的家私，毋知影这是啥物件吼。本来家私一般是讲五相，但是即只无确定吼。纸、钉仔、朴刀、茶桶、具体啊、纸牌、目镜吼，这是因抢来遐船头顶头所在物件吼。鞋啊、目夹、拐啊、枕头啊个形装塔的塔吼，装饰吼。我不要讲这啥装饰吼，装饰吼，就伫个应该是甲伫个即个胸坎前的吼。油灯、路肩的罗盘吼，镜、芳水、鸭肉、螺啊、猪，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杂碎物吼。上前记载伫该船的好物清单呢，拢无啥物价值，而且有真侪物件，足有一半的好物已经被甜甲咸的水所污烂吼。那有甜是啥物水啊？我发现内底载物件有已经去互水污烂去，因此从中无啥物利益可取咯。虽讲有顺风，但是看袂到迄第二只抢来旁船吼。5月29。西北风打扫的天，下晡有一只小篷船对福州来到遮，载来900担的新仔麦仔酒，一批棒仔甲条仔，做13个人拢无带来任何的消息。5月30，有微弱的西北风打扫的天气，中昼上述头前顶面如述。进前日记一直写迄只篷船已经落货完毕，并且将包装拍开检查了后，迄寡无路用的好物，明仔载会甲伊卖掉。因案因为迄第二只抢来的篷船无转来，所以派小篷船Brock 号去南方的淡水去找迄只船，愿上帝互该船会当真紧转来。今仔日有一只小篷船吼，对渔港载咸鱼来到遮做16个人。5月31，微弱的西风打扫的天气。今仔日无用你出卖上述篷船的迄寡无路用的好物，用完卖了，只敢若卖到715里尔半，此外无特别的代志。好，5个读煞哈，加减读，搁加读一寡哈。6个，1644年6月初1，西北风打扫的天，有2只高野船出航前往南方去普查。做15个人，此外无事。6月初2，风甲天气像昨昏。下晡有一只篷船对廖罗是金门的廖罗哦，应该是。下晡有一只篷船对廖罗来到遮，载来71担白蜡，一篮镜铃，20担船员的小商品。20担盐甲30稻米，做27个人。工船内的新仔人报告讲，有一只相当大的篷船吼，载着4号停泊伫安海，真紧就会航来此地。6月初3，西南风打扫好天，有2只篷船出航前往西南沿海，载咸鱼，载36个人。6月初4，风甲天气像昨昏。6月初4落长，非常的长，我看嘛
非常的长吼，因为伊内底夹一个啥物件？咱来看啦，看内底夹一个啥物件？6月初是风甲天气像昨昏，下晡芳船奥兰迪亚号、Utrecht 号、Brac 号甲迄只厂内芳船吼驶入港。上午就已经看见即寡船只了吼，迄只厂内芳船是因伫咧打到南边所拄着吼。下级大工 John Olofsson 报告讲，本5月16號，刮胡聲講應該是5月16號吼，5月16號頂5月嘛吼，毋是本5月是頂5月。上述迄只大篷船航离順翼船隊了後，第3天被一隻強大的西班牙快艇所掠，相當晚，因為轉換航路來逃脫路。相當晚是啥物意思？隨後伫咧本5月24號，掛號伊個寫講應該是頂5月啦5月啦，因為即擺即6月初4的日子嘛，無可能寫甲6月24的代志吼。來到看見即個城堡的所在，但是遭遇繼續車內陣風，所以被透西南風去吼，一直飄到看到南澳的即個所在吼。伫遐又閣3天遭遇着對東北方所吹來強烈的暴風。高級大工 Simon Cornelis 嘛聲稱講，5月22號伫咧卡波德巴尼納，即是菲律賓遐吼，副魯爽島西北邊叫做巴尼納吼，附近被一隻大的咖喱的船所堆，因為伊大部分的士兵攏已經開動上述迄2隻廠內篷船來派來處理，又閣有2隻伊的篷船交予被制服的希臘人航往希臘，感覺力量不足以對抗該西班牙船，和伊的議會商議對公司上好的對策了後，就航離該處。放棄順翼，也因此無法度閣再奪取傳說中會對安海杰羅馬尼拉的第3隻大篷船，因為因已經欠水吼，因的篷嘛完全攏歹去啊，等等，上前記載佇下日的伊的日記吼，就是迄個高級大工 Simon Cornelis所講的吼，好，所以下面是高級大工 Simon Cornelis Close 的日誌，這是小標題安尼寫吼，所以是即個 Simon Cornelis 的日誌無毋對啦吼，是即個是高級大工吼。剩7分鐘吼，我看到後回再念吼，伊就落長，我無可能讀了啦吼。好，咱明仔載咱再繼續來讀即個 Simon Cornelis 的日誌吼，即個高級大工寫所關係着。我嘛毋知要寫啥物內容，我佇就是即日誌吼。好，安尼咱今仔日讀到遮吼，無啥物筆記通好看啦吼。好 ，OK。好，好，多謝阿貴。再會，幾拜。好，多謝大家。